火山壁是的比较高的地方，东边有天公庙，左边那边更高，那个是三宝殿。所谓理天、气天、象天，我们人类住的世界那象天，天公那是气天的，然后佛祖那是理天的。关子岭啊，火山壁是旁边。远方看去低的地方那是白河东山啊。东山地先是恭请观世音菩萨、观音佛祖神像回火山碧云寺，就走那个山路啊。有的地方很陡呢。